Hive。等下，舒服如何？都好大家好。叫做舒服，叫做你成個青聽，我想都冇啲。OK，你轉嚟了。轉來啦，頭先看實嘅。轉嚟咯。看實佢，你講看實佢，是個到嘅想。你個到嘅想。Sorry，係你盲嘅graphics 唔對 ，sorry 別記話。所以是 show 你把你 topic 個 show 你頭爽嘅效應，特別見到咩插邊 top，你看啲字 topic 掉。OK， 我 start 一下準備啊，大家我未開始錄音啦，整數。OK，哪怕咱出聲一你講話我是冇對意思啊，我有啲叮當，冇對意思。聽到，我能聽到 ，OK，everything OK 這邊嘅。OK，攏聽到特別攏聽冇對清楚。我聽到。嚇。清楚。感謝，你講真清楚。OK，等陣我會 start 啦嚇。撳叮叮當，撳後面有冇撳住你到這裡？哦，在哪裡？哎呀，各位聽眾，各位在歡迎攏都來收聽，邊個好見嘅節目？這禮拜咧介紹就話特別嘉賓到啲 Clubhouse，唔是 Google Meet 下邊嘅有校長阿龍歡迎，阿毛咧，阿三laksa歡迎，大家好。阿冇 camera 咯？我上早我嗰啲名稱個。哦，那因為太正線啦，嚟咯，好難看啦。了個有，你放電啦，出來兩個啦食去。個有咖喱啊，呢是咖喱啊，咖喱啊，係對，歡迎咖喱，你估冇來啊？歡迎。了個有你都冇聲啊？你都冇聲嚇？你咪冇開誒？差唔多坑，冇聲啊！話表，我見你 check 嘅話就係揾到對嚟，แล้วก็英國中歡迎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到嘅我諗本來學見巴生人，頭一個巴生人，歡迎到嘅，大家好，แล้วก็到啲 club。唔是，係你叫咩啊？係你 Google 唔是 Clubhouse 入邊歡迎大家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是南西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ว่า特別嘉賓阿龍出來話嘅朋友歡迎，呢邊係咩？新嘅嘉賓啊，新嘅嘉賓，蘇虎歡迎蘇虎。大家好。但蘇虎阿龍介紹講，但係就介紹者，安怎係捌到蘇虎呢？我安怎捌到意思呢？伊家己本身是講福建話嘅，但是啦，本身成個人有心講福建話嘅。伊唔是講有心啦，伊是家己佇厝內面講福建話。伊冇關心福建話日本嘅，有小可有注意嘅。了，伊家己咧是伊唔是檳城人，伊是巴生嘅人嚟，客人嘅人嚟。到嘅新加坡，人哋話本身是小國家有名聲啊，咁個出名嘅時候，所以話internet 排氣，等陣，呢邊聽到人嚇，阿龍聽唔到人嚇，我睇到啊！特別特別你講咪教我講咗冇睇到㗎，你講句，你講我是出名嘅人咧。我就冇名聲，我就冇出名啦。所以我常常有朋友，我唔捌嘅人啦，因為我新聞啊，或者 YouTube 啊，見到你 TEDx 入邊看到。因為看到你咪，我唔知講數字都嚟看到我啦。แล้ว我應該是幾廿年啦，伊 at 我啦。แล้ว我看到，這個朋友別歹喎，應該我看到啲情況咧。你叫做架勢嘅時候，呢啲生叫做架勢咧，就應該是，或者冇錯嘅話咧，福建話是叫做架勢啦，呢啲呢啲情調出嘅人嘅生咯。所以我感覺就
在出邊啦。我平常時看到伊應該唔是假嘅人嚟，因為伊 post 嘅物件都是正經嘅物件嚟，講伊食嘅物件，即是到落 Facebook 入邊抄呀。伊 Sri Lanka 喺度 Facebook 裏邊咧，所以我講呢個是正經嘅人嚟嘅，所以我冇嘅，如果 at 咗佢後，我基本上就冇講壞咧，就是講我嚟錄嘅時候，應錄嚟我嘅時候，按你講嘢，當時按你講嘅 standard 嚟嘅。แล้ว有一日咧，我就看到，แล้ว我都唔知種事啊，我看到伊有一條條，伊是徛啲迄個真大地巴肚嘅咋，唔知最近佢翕到一條相，即係徛啲。灰灰嘅，你睇下。看到灰灰一條啥 drone 翕嘅時候，應該就徛啲巴肚嘅。所以我都看了佢又講，未歹，我即係朋友就出嚟唔捌甲伊溝通過，唔捌甲講過話，所以我就 message 佢，我做乜條路嘅嚇？你就講有時我注意到學幾條話，然後咧我唔知到位啊，到一個 campaign，開始到位啊 at 條路嘅，我安尼款啊，未歹哦，然後講啊無安尼款啊，你會使嚟教我。無面對即個血啊，對會上嘅生活無清楚、無開了、無了解嘅人啊，你會甲我解釋就你嘅生活，我有興趣別知你嘅故事咯，呢個 OK。哦，歡迎哦，師傅，歡迎師傅。Thank you，感謝。你師傅你會使插嘴，會使講話。師傅請問，師傅請問，等我自我介紹一先，你介紹我是裝嘅未？哦。伊完全無講條話。OK， 無我問你阿龍，你捌甲我介紹過，我是裝，伊知我是裝嘅未？伊知你出名嘛？伊知我出名冇咯？唔使啦，因為我直接 post 到啲物件本嘛，伊應該本制咧係，伊就講我係咁變我間 podcast 嘅物件，我係講了，然後伊直接伊是掛星啦 ，make sure 啦 ，make sure 伊是嚇，佢上是掛星嘅呀？冇阿 John。因為 make sure 佢嘢有用嘛，佢 post 佢 install 啦，我講我搞到用啦，所以直接都成接來成，所以我就 hijack 南西環境，我計舊大咧，講我坐住冷接嚟，等嘢用未用緊，所以佢直接咧話我有一個 trailer 咧就，我嘅 trailer 就是佢直接我講嘅物件，講嚇講過啫，嚇未怪得謝啦，哇師傅真正歡迎，那個真正歡喜你嚟參加我哋嘅節目咯，我人就是想，我哋想問你，你是甲巴生人啊？你到底都係出事嘅？是，其實我出事是伫巴生嘅，但是我根本是伫即個薩薩蘭不聽嘅無，有個天空之境嘅，天空之境啊，過來斯來我嗰度啦，過來斯來我嗰度有個天空之境，我是嗱喺度大漢嘅，我唔知道到路啊，啷個細個差不多。斯里歐裏邊嘅過來斯來我，唔知哦。過來斯來我度甲近即個石根江啊，我石根江嚟。我石根江。哦，獵湖在產呢。去村嚟，拖棒，獵湖拖棒嚟地方嚟。海卡啦，我諗叫海卡。三粒沙，你哋講話人會聽得到哦。嚇是啊，我mute伊。三粒沙，你聽到我聽到你講話。sorry， 我未見，我想講我 mute 掉，原來是冇 mute。冇。阿龍講你。阿 Will 話我嚟啊 ，hello。沙沙咧就出名嘅所在，以前喺玻利維亞那個呢，喺個天兩至一道山。那個天空之境啊 ，Sky Mirror。我知啊，但我你講天係咪天空之境？天空之境。哦，天會行，天會行，我知影伊塗骹淡薄濕淡薄淡咧是，你去食應該是你 camera 係只架來講嚇，你會看到伊個天接會去 reflect。落嚟伊個天嘅是唔是？你影掉嚇。哦，嚇我捌過。你成個玻利維亞就出名嘅嘛，係你經。哦，一部類啊，然後有類嘅是咧，有類啊咧，冇類啊。有類。冇類嘅，見哪叫冇類啊啦？玻利維亞。哦，玻利維亞。玻利維亞哦，了，玻利維亞，但你大了，你當然啊個開聲個幾條啊呢？幾歲呢個？20幾、30幾？
42，哦40幾歲啊，今年我都看42少年， 42你OK，你幾歲時間出嫁呢24號，哦，你這年了，哇！那是有蝦米物件要問嚟講，會使請起來甲我講。了已經講了嘛，了，你使開，無，話你嚟得開講咯。啊，對嚟開講，啲人啊，若是講就是啦，有蝦米物件要問蝦米物件，起來甲我講啊。我是你是細漢大漢他讀冊，蝦米嘅了是大啲巴生啦。對啊，主要讀冊是伫即個薩薩蘭啊。哦，就是到薩薩蘭小學咧。我是多13萬，唔是多巴生其實，但是有人會偷咧，要去買物件，就是去巴生嘅，因為喺海邊嘛，所以偷咧基本上是無啥物物件人買嘅，有時買衫買咩啊，就去巴生咯。咁讀冊咧，讀小學咧，就伫甘榜那邊讀啦，大家中學咧就去瓜拉斯蘭屋咯，家是半點鐘啦，近嘅啦，等擺是愛做乜嘅，甲大漢淡薄咧就而家是讀完冊了啦。即係高中，Form 5讀完車就去 KL 做工咯。直頭做咩工咧？你讀咩物件？你讀咩科嘅？讀冊是？我讀咩？嚇！我是讀嗰個新聞系啊，新聞系。哦，新聞係 journalism 呀。咁擺是有一間叫做伫檳城有一間叫做韓江啊。哦，我知韓江，讀新聞呢是韓江啦，韓江。嗰一間伫 KL 叫做韓星啦，我咪喺度讀啦。哦，樣是姐妹學堂嚇。姐妹。伊當擺是對佢搬出來啦，其實伊當擺是 branch 搬出來，搬嚟 KL 啦，咁樣夾是有兩間就搬開咯。本來是，我哋校長當擺上新聞的嘛，因為是有去打官司啊。就是韓星甲韓江一樣拖出來，拍甲亂，賤鬼拍甲亂，冇都搬開了啦，即係兩間搬開了。頂到是上一檔嚟，當然變搬派去啊！啦，搬出來啦，搬兩間啊啦。點擺啦？阿姑之前啦嚇，我讀得讀2年啦，因為呢 diploma 呢個 course 即係2年，係你是大。中學過了還是讀嘅，還是到啲中學還是讀嘅？無讀中學，我中學考個 SPM 考個未 college 嚟已經。college 嚟。先讀中學讀完了就直頭就去做工咯，做工啦，因為做報紙啊，讀了無好嘛，報紙官啊，係咪？咁咪做報紙，冇做報紙官 SPM 讀完了就去做這個叫咩啊？參觀啊，我去做日本參觀。第一道是去日本參觀啊，第二間咧就是去素食館，第一個 Mid Valley 嘅 Mid Valley，你會即係日本餐廳啊，做工咯。我真咪是怪前年整都是40幾歲。做一年嘅幾咯，咁第2年就做乜嘢啦？嚟得做啦，啦。正做一年啦，做一年咯，咁嚟家去讀冊嚇。你出來，人有兄弟姊妹哦？20幾年前啦，真正恐怖，20幾年有夠堅啊！你有兄弟姊妹哦？出來？有啊，我有6個。哦，你6個大姊，2個大兄，2個兄，6個姊2個兄，我哋教嘅，教你見，你屌少年呢？教嘅啊！我是第一歲啊，第一輩見。教。6個姊2個哥啊！哇！是因海比時呢，海比等擺咧，我喺我迄個這個年齡啊，應該迄條村哦有20-30間嘅厝內面啊，應該有10幾個同學啊，同年齡段嘅。咁啊，嬰兒潮啊，時間特別最驚，每一間都懷孕。我係年紀啊，大家冇懷孕啊？你感覺？我生起來我隔壁厝哦，每一間厝生過來，我冇一個同學哦，什麼伫台灣辦嘅哦，應該有，等咱一條村啊咪，有20幾間厝哦，應該有10幾間厝是有
同一個年齡哦，1980年、82年、82年，他媽嘅時間喎。但你冇誒。但你冇事嘅，我老母應該是49個幾啊，停一年啊，中停一年啊，一年一個安排落來啦。哇！因為等擺是一直死嘅，一年冇死呢，因為伊死嘅嘅是查某。嘅死嘅查某，較傳統啦，講個煲一個查甫啦，煲咗一個查甫，我感覺查甫無夠，感覺一個查甫囝無夠，我加死一個，結果我死到兩個查某囝出來咯，結果慘啦，我加死兩個查某出來喎，喺度去到幾個啦，7個了咯，佢7個咯嗬，7個個煲一個，我冇煲加一個查甫啦，煲就去到8個了咯，去到第8個了咯。我是意外啦嚇，聽到。所以你邊個你嘅第8你會寫清楚就係大女一回，大女是不一回？一回嘛？哦，咁樣一回，這腦回咧，一回。是。哦，嗱，一年冇生呢，成日唔知是零啊，小零嘅冇呢啦，嗰是小零嘅，你小咩？小零冇呢，小貴。哦，小貴。一中什麼都擺落來嘛，嗬，對啊，膠啊，自己擺落來。你第大指示係咩啊？第大是。大指。大10號啦。就係。燒。我比較算頭兵。未記啊，燒。幾時10嘛？所以是頭一個咯。哦，燒肚啊，燒肚，因為台灣落一個10字去嘛，今年。伊是52啦嚇，50個。50咯。50啊，4度啊。哦，小度誒，แล้ว你是你到底出來人就落來本是拜佛了。冇啦，冇。喺卡人多數是拜神嘅嘛。拜神哦，拜喺邊啊？你知迄個吉丹冇？吉丹啊？吉丹pulau Ketam pulau Ketam是pulau Ketam 個即個巴生，個有人就在海邊啊海卡，就落去到即個Perak 啊，依頭就種嘅Sabah Benam 啊，迄種海卡嘅生活啦，基本上是相款嘅啦，因為像迄個閩南嘅生活風格啦，有特別跟台灣人安尼型嘅啦。泉州人嘅生活模式很福建人啊，福建人嘅生活 style 啦，伊頭腦較傳統頭腦較傳統啦。成日等擺細漢嘅時候，伊最智慧哦，即個袂最放蕩啊，即個袂使做，嗰個袂使做，成日遮準咯。查某是袂使落去準嘅哦，因為人去出海嘛哦，查某袂使落去準嘅。個成日厝落拜神嘛，逐間厝冇拜一神嘅嘛，一間厝會幫厝毋是阿卡勒夫嘅咩？跟啊，即個冰冷嘅即個聖洲橋啊，那甲伊厝相款嘅啦。我那厝是甲聖洲橋那厝相嘅啦。伊厝咧中度拜神嘅嘛，有誒是拜觀音媽，有誒是拜關公啊，看伊樣是無拜阿咪啦。基本上海卡最間廟啦，我迄村哦，細嘅咧應該有10幾間廟啊，10幾間廟啦。10幾間有。巴生本是阿狗最間是廟嘅巴生。迄隻有起當機啊，問事啊。哦，我頂過就講到嘛，千幾經文喎。你鬼未接啊，頭家咧是特別一上白白一噴出來嘅鬼。一小刀。一鬼爆出來。一皮教嘅是。一皮教嘅是鬼條未接。啊，你舒服啊，請問你其實甲你是食少年本嘛，24歲都出街，你是安怎捌到即個佛教了？安怎其實個出街了？講我聽者。我其實唔是佛教徒嚟啦，因為喺卡嘛，你老爸老母拜神嘛，得了拜神啦，有相款啦，但是咧，我都有參加到一個叫做一貫道啊，點解啲咧？小小嘅鎮啊，你知係咪叫一貫道無？一貫道，我知，我隔壁一貫道誒。
还没来，老母天尊喊你啦。一贯道咯，伊人不是tapi伊人成日是拜弥勒佛的嘛，是哦。弥勒佛的啦，呀弥勒什么意思？弥勒佛什么意思？呢，迄个呀肥肥超活的啊。哦，超活啦，是叫做超活。哦，乐欢喜的乐。超平活，欢喜的弥勒佛。哦，OK，唔是欢喜乐。一直借掉嘅，以前都借掉，係啦，細個粒嘅，潮嘅。OK。咁你超嗰陣時驗咗一個環保嘅嚇。OK。啊，裝活 OK。這個宗教哦，其實是喺台灣咧，是一個並大宗教體系嚟，並最人信仰這個宗教嘅哦。即一貫道喺台灣，因為人口並多啊，甲佛教差不多嘅啊，因為人口並多。And then 伊個宗教嘅教義的時候，甲基督教啊。道教啊，儒家、甲佛教啊，什麼參起來啦，5個宗教 mix 起來嘅一個宗教啦，叫做我喊你物件啦，我不接觸過啦，我17號喊左右啦，青少年嘛，朋友叫佢啦，朋友叫人嘛去咯，聽。都有淡薄了解到佛教嘅物件啦，但是我唔知咩叫佛教啦，其實我就想意思。我想弥勒這個一貫道是佛教嚟，因為咱看戲嘛。原來是無相，這是參嘅 combination 嘅，這是。原來是，係咯 combination 就是做咩講儒家嘅，做咩講道教嘅，我做咩講基督教，我是無明白啦，因為喺度有淡仔我無明白到底是唔是佛教，我其實搞不清楚啦。喺度開始咯，去迄個書攤啊。一冊拖吼，有迄賣雜誌嘅冊啊，都唔係啦。或者小漫畫啊，有漫畫啊，然後去賣漫畫嚟嘅風雲啊，內邊有迄個冊嘛。幾嗱本來是佛教雜誌嚟嘅，佛教雜誌叫做慈悲啊、福報啊，迄個雜誌啊，都買嚟看嚟咯，很的。看嚟，阿想甲我這個信仰哦，阿想無相嘅，即阿想。這個佛教嘅這個物件好像無相漢咯，我點解無相啦？我慢慢發現應該唔是啦，唔是佛教嚟。我原來是無相嘅一個宗教嚟啦。我就對佛教到底是啥物物件啦？我就甲迄個即一貫道嘅負責人講咯。我其實咧也是有接觸佛教嘅寺廟，因為我覺得無廟嘅嘛，無佛廟嘅，我覺得無佛廟嘅。什麼是這種嘅拜神嘅？我不讀過出家人，我唔讀過。我唔接觸個佛廟啦，其實，但是我因為看戲啊，看迄種嘅傳記啊，即係菩提達摩嘅傳記啊，看，成個有淡仔 connection 啊，唔知到底伊是啥物物件咧，想去接觸伊啊，有即係向往去接觸伊啊。我就甲一貫道嘅負責人講，我不去接觸這種嘅人咧，伊講我就無啦，即係時代是彌勒菩薩咧成彌勒佛了，伊來救度眾生，所以咧。馬路嘅出家人咧，其實是救唔到你人了啦，伊家己都搞唔掂啦，嚇嗱，類似嚇啲物件啦。但是我就想，我根本接觸過，你就甲我講伊搞唔掂，伊當唔到我，所以我是屬於較叛逆嘅啦，所以我就後來就你俾硬去找看。我就冇出嚟看，我就硬冇去找，我就走出去，我就無佇金邦咧，我之前是拿金邦冇做工嘅，做工是做車衫嘅，做車衫，車 T-shirt 啊，車 T-shirt， 車一年啦。就賣做了咯，就走去這個 KL 咯。走去 KL 嘅目的，我們是想不了解淡薄嘅，係咪叫佛教？因為我其實是冇迄種嘅訊息啊。嘛走去看去學校做工看埋，然後接觸到係咪是佛教咯？你佛教雜誌裏邊哦，佛教雜誌裏邊哦有一個素食館啊。素食館嘅老闆咧，就特登嚟傾佛偈啊。講淡薄嘅咩佛教啊，即係物件個物件。即素食館內邊有一個老闆哦，是屬個傾接觸種係出家人咧。餐館是到咯，嘅即係教餐館是到底本身到底現在無多啲路係咪？冇啲即個啲比拉米嘅三位比拉米。大埔地嘅 KL 邊嘅 BJ 呀 ，OK。係。三位比拉米都唔知隻咩？在三位比拉米內邊啊。內邊誒，溜冰內邊嘅，三位比拉米內邊有一個溜冰區嘛。伊等擺咧有一個 restaurant 嘅，伊個 restaurant 咧會使看到一個遊樂場嘅，落地玻璃嘅，會使看到遊樂場嘅。伊等擺叫甘露亭啦，巴生門有嘅啦，甘露亭，甘露亭。冇個有冇
呀，伊等擺嘛都無了啦，等擺阿最勁嘅有3、4件啊呐，嘛都無了嘅。and then 就去嗰搭做工咯，冇夠機會去接觸到物件佛教是蝦米物件咯，對唔對？嘛去做工咯，我之前是做日本餐廳嘅，做嚟賣做了就走做素食館咯，去做素食館去做迄個 restaurant 內邊切菜啊、打雜啦，打雜啦，打雜有可能會搣掉就物件師傅直接出現無咯。有一間就看到，即係你實變咗成日接落來，成日有啲有心啲，成日好奇啲俾看，哇！俾佢了解，俾佢白較濟好搞呢，是唔是？是。係咯，有一個心態是嚟想，到底即佛教上面，因為冇睇到咁多迄個傳記啊，有迄個畫面啊，迄個佛教到底是唔是逐工逐擺咱看翕到寺廟嗬伫迄個廚房內面啊，斬柴啊、砍柴啊，and then 燒木材啊、煮菜啊，迄個畫面上個特別啊，嗬，上個真係個遐尼物件咧。第10幾號嘅時，啲頭腦會很少啦，嗬。成個咱看你武俠片，你告訴我，發現唔止你哋少林寺是武俠片是唔是啊？中國是唔是個話遐尼少林寺咧？嗰時馬來西亞遐尼地方咧，我想象袂到啦，我咪走出去外口接觸啦，嘗試去接觸嚟咯，咁啊，到伫這個素食館內面做工做了半年咯，做半年了開始接觸到阿嘴師傅走來這個素食館家啦。這個師傅不看我哋雜誌裏面不看到，但是我唔敢去接觸伊人啊。我看來這個我不看拄到伊人，但是我唔知伊人我唔知伊人在做啥物啦。我唔是想好奇，到底是人在做啥物咧，係咯。然後就跟我的同事表達因為我想接觸佛教，因為是佛教徒來的嘛，我想要接觸到底是來講啥物物件。拄好咧，拄好東禪寺啊，就是伫這石蘭莪有一間叫東禪寺嘛。鄭家龍東禪寺，鄭家龍迄間大家有花燈迄間咯，迄間咧就等擺20幾年前啦，伊樣就開課程咧，伊樣開咗2個月嘅課程啊，2個月你去住喺廟內面。你會使去上課其他你免出家啦，去讀冊爾啦，去了解佛經是講啥物啊，體驗寺廟的生活啊，所以你是大是兩個月無停嘅，一頭接到兩個月大下面嘅。是。即阿邊困那邊到底位啦 ，OK。對。對累哦。寺廟的體驗免累嘅，免累。寺廟的生活體驗係呐，我就去申請咯，去申請了就愛 interview 嘅，嘛一個人搭到仁家龍去，等擺仁家龍是阿烏魯嘅地方嚟嘛，到仁家龍，就去拄到一個師傅咯，伊是有那個主任嚟。等陣為你講愛參加這個，愛寫愛填 form 係咪啊？特別愛拖嘅啊？愛填 form 嘛，伊是一個 course 嚟嘛，你是去參加伊嘅，伊個2個月嘅課程嘛。10幾個20個人啊，20個人有啦，當時有20個人。你意思參大波雜波冇冇？是啊，大波雜波咯，最濟。一般人啊，養什麼？我什麼人多嚟內面啊？有人多，因為一廟內邊有分兩邊嘅，就是大波多啊。雜波邊 ，OK。對，呀，就去嗰度多兩，就報名了就愛 interview 嘅啊 ，interview 問你做咩是？要來正讀冊啊！我講我唔是佛教徒啦，但是我是唔知咧，我就是有興趣，要想了解佛教咯。你講 OK 啊，你嚟咯，肯定使咯。interview 就嚟咯2個月，你冇可能都請假2個月嘛，係哦。肯就一頭炒魷魚咯，炒位老闆魷魚咯。你講我未啊，我就去對。一年較幾了就我冇去嘗試這個生活看咪是。特別你講係食這餐館嘛，食這餐館，你講你要去做，你可以有可能伊會了解伊明白哦，你頭家，伊會了解講應該是伊人是並欣賞嘅啦，是啊，並欣賞你會去做啲代誌啦，要去寺廟體驗一下，邊好啊，使你 you can go to try 啊。但是我冇講這理由啦，我講我去讀冊啦，我去讀冊，唔知我去嗰度讀冊啦，喺度冇做啦咯，就一頭去到2個月啦。當我 interview 成功了我就開始丟辭職信咯，丟了辭職信嗰是等1個月後，結果咧報紙迄間就登出來東禪寺火災
规間東掃掉了，消失。等陣我解釋成，其實別人人不要聽。伊個你要去迄一塔即個佛教嘅即個誒所在誒佛庵，就燒去。就燒。阿靜，sorry啊，我問一伊叫做師傅。是唔是2000年啊？對啊，2000年應該是。2000年。你會記本啊，頭家？對啊。頭家你會記啊？無，因為我係點解我做工嘅頭家是林家棟來嘛？係咪你是係咪來？林家棟是你所在名啊？哦 ，OK。鄭家榮，到你啱啱病嘅咧。是叫林家棟。林家龍伊林家龍是拍成人字，伊叫做任家榮，但是伊寫成人字是任家龍。真家良哦，真家良 ，OK， 明白。福建話有人叫林家龍啦，福建話福建話叫做真家良。等陣我每隻師傅，你是講你去學伊樣方面，你了貴啊是一月，你都試了你會講，伊是一月之後無聽到人講係咪？還是一月之後還是你前時就殺了幾時個就燒？我就是剩一禮拜都無去廟了誒，佫剩一禮拜都無去廟，已經廟咗燒失去。但是我炒魷魚了，我已經丟辭職先了，佫1個月嘛，都幾1個月嘛，係哦，做3禮拜了唔對，第4禮拜就使辭職，去參加即個 course 咯。咁樣咧，就一燒失去哦，就差唔多我2頭不到岸哦。你班未 start 噶啦，你班炒魷魚哦，佢冇 start 掉，就是下禮拜開始。下禮拜冇 start 了，但是這禮拜燒，嗰春一禮拜冇 start 了，佢已經就掉燒，佢嘅廟掉燒失去了，燒失去了。咁樣就較緊嚟打電話給伊咯，一慘喎，我不去這廟，佢已經燒失去，我已經尋尋覓覓對沙蘭開始出到 KL 扯掉了，然後最後竟然竟然是火災啊！咁樣就打電話去這個廟那邊咯，問伊咯，準備嗰陣時課程夠該。繼續無咧，個人聽啊，講有人聽，伊報紙頭條嘛，當時嘅報紙頭條。大勁嘅啊，即件動產師。哦，你是唔是係啲隻嘅？真係大勁嘅，你係啲隻嚟。伊究竟只是真正出名嘅，伊是呢個開 style 呢，真正甲開互人看呢，平時唔開。哦，講冰丁。咁樣就講有啦，個有開課程啦。因為有一棟樓燒失去，還有一棟樓是無燒嘅，還有3、4棟嘅樓是無燒掉嘅啦，燒一棟啦，一棟樓啊，那燒失去。按就伊個開始啦，下個月開始咯，我就對去等者咯，等幾禮拜，按就去廟內面去這個廟內面住咯。我住2個月咯，喺廟內面嚇。我接觸佛教嘅方式有較特別淡薄啦。因為我唔是佛教徒嘛，就頭走嚟個廟內面住啊。一講落個廟嘅時咧，我就想，我無何資金哦，我就想，哇，因為伊暗暝無通食嘛，佮食齋嘛，安我就愛 try 就先咯，去 practice 的咯，喺我嘅素食館內面咯，有時暗暝無通食嘅，我愛 fasting 啊，我愛食齋啊，我試到半年了，我感覺應該 OK 啦，咁啊愛早起來吼，應該是試看賣5點起來。try 了之後，應該我意志力會使去挑戰這個寺廟嘅生活無咧，按就到時了啦吼，去到了去到迄廟，我想應該是生活變辛苦嘅，應該是變挑戰干那做戲啊，呢？結果我去到廟了，就去啲山頂人家得個打水，打水嚟咁，我就想干那要去打功夫啊！嗰啲是八羅漢嚟，拍水啊，係咯，嗰打功夫啊，嗰跳水啊，哭掉你等下吹你係幾香，去井那邊打水啊，干那煮食，但是煮呢？看戲看太濟了，咁我去到了嗬，我就去到個廚。一第一個搬我去做物件嘅地方，就是去廚房。廚房叫大寮，然後就是廚房了就去咯。哇！伊廚房哦，唔是迄種嘅燒菜啊，是 gas 嘅。哇！什麼叫真的燒嘅喎？什麼叫做培根嘅？什麼狗啊？廚房是上款嘅啊！做咩我係頭腦甲我係想象差距啊？唔是愛砍柴咩？冇柴砍啦，什麼係 gas 啦？你講人就有路啊嘛，真係人就冇等嘅。係啦，嚇，
你一時排落去卡走卡去做工是因為你頂到捌到啲參觀去做過啦，是唔是？要好。Hello，是啊，係叫我去走卡做咯。啊，不咧就去即個房間看咯，去房間看了後，一日去房間哦，我想一房間應該是因為破舊舊安尼，我做海卡嘛，我來海卡厝面是普通的嘛，重的嘛吼。啊，我嚟到一廟了，哇！一廟是有靈氣的哦，哇！一廟我嚟房間有靈氣，有 aircon 的哦。哇！嗰本嘢破咧，我想是困房嘅，你知啊？唔是房嚟啦，嘢破咧是哇！sofa 嚟喎，有迄個 sponge 喎，soft 嘅喎，我未歹啦嚇。生活其實是比我做工嘅地方較好啊濟啦。我做工嗰個廚房咧，敢若外樓大迄個地方安尼啦。哦。那廚房呀，隨便互你一個房間你都好大了嘛。伫廚房做工嘅人啦。啊，但是去到一廟咧，哇！伊個條件真正好哦。哇，生個食香嘅嚟看。我發現原來啊，咁伊就話講無啦，佛教們愛跟着時代發展的嘛，進步了對，是講佛教們就要對調咱新的世界們就要對調啦。後來我就我就甲我迄個之前想嘅想象咧 image 咧，完全有淡薄衝突啦，開始冇得了解了啦。哦，原來唔是安尼款嘅，是我自己想象出來嘅，想象嘅迄個看小說裏面啊，《水滸傳》裏面啊，嗰種戲裏面嘅影像嚟，其實是正確啦，因為原來打水呢，家己想出來啦。對，其實是無啦，原來是安尼款嘅，咁就開始上課咯，有人上課啦，上課是上一種基礎的佛學的課程啦，上下面是佛教啊，下面是三皈依啊，下面物件，下面物件啦，心經是下面嘅啊，你捌聽個心經啦，觀自在菩薩，色即空，空即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即捌聽個啦，做戲是捌看的，但是唔知伊講下咩嘢嘛，對唔對？捌聽個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咧，捌聽個啦，但是你唔知講咩啊？唔知咩意思哈？當時咧就去上課咯，有人唔知咩意思，有人有這課程咧，有2個月課程咧是上佛學課嘅咯，上心經啦。嗰一本經叫做《八大人覺經》啦，安尼經啦。師傅，我問你，請問你是唔是一個唔捌佛教人咧？像你嗰陣時已經捌佛教噻，還是有參？呀。哦。應該是80%嘅人，什麼是對佛教有咁嘅了解啦，有時種佛教會啊，參加佢嚟參加啦。是我自己甲無識啦，我無識。你伊人教是用唐人字嘅啥物？我字唐人字。華語啊，因為佛光山哦，迄個東禪寺是佛光山嘅，佛光山是來自台灣嘅，台灣佛教團體啦。用伊老師咧來都是台灣人咯，台灣嘅老師啊，加什麼本地嘅啊，星雲大師搬起過去嘛，是啦，星雲大師嘅 branch 嚟嘛，星雲大師嘅 branch，也 branch 嚟嘛已經，已經落腳星雲係咩嚟？意思是出名嘅會上。星雲大師一直出名嘅一個師傅咧，伊成日意大利落嚟，意大利咪有一個 pop 咯，意大利嘅一個 pop 嘛。哦，伊是一個教嘅伊是大頭啦，伊是佛教嘅。伊是佛教嘅 pop 咧，又伊是台灣嘅，所以伊是真出名嘅。300伊100多個貴姓啊？伊貴姓有一個月未啊？100年，伊100多個貴姓，伊貴姓連台灣嘅總統 president 都有去伊 funeral 嘅就。哦，因為伊是一個真正要緊，伊是一個真正要緊嘅一個 position 嚟。成個佢哋 pop 意大利一個叫咩啊？佢哋係一個 country 叫咩啊 ？Vatican，伊成個係 Vatican。OK。教宗啦，中文叫教宗，教宗啊，伊是佇星雲大師咧，是佇佛教裏面較出名嘅一個叫 master 啦，一個大師啊呐，還有阿嘴爺啦，有啥物淨空法師啊，這個慈濟啊，捌聽過慈濟啦，捌聽過慈濟哈，慈濟啦，慈濟絕對捌聽過啦，慈濟有這個叫證嚴法師啦，每一個 branch 裏面有一個主要嘅住持嘛，星雲大師是屬於佛光山安尼咯，伊 branch 伫全世界在開百幾間啊，即佛光山嘅佛教嘅團體啦，
影響力是變大嘅，所以伊往生嘅時咧，都變做人去悼念伊啦，係咯。因為每女名名嘢，咁樣人講係幸運啊。幾時年係一定高貴，定高貴啊幾時年？Because 我去隨 internet 嚟隨看，我看到伊即係伊咪做，嗱，伊到底 Vatican City 有翕一條小影看，伊咪做無伊個 Master 幸運 the member of the delegation visiting Vatican in 1997。OK， 我啲看到伊個故事就 OK， OK， 台灣人啦出名，故事講到得咯。了你去接嘉賓大了我講內線嘅 modern 了，特別以後有搭車哦，以後實早起5-6點有車4-5點。對，5點就係起來了喎，5點就係起來，起到5點半就誦經咯，愛誦經誦1點鐘咯，誦完經1點鐘就早起，有時做運動啦，做什麼運動？我有時負責指甲咯。指甲什麼？早餐啊、午餐啊、晚餐啊咯。指甲哦，指甲，指甲兩個指甲，我個指甲。對，我成講你好教嘅咩物件指甲啥物嚟？指甲，準備早餐啊，指甲，食飯嘛，我叫食飯，唔叫食飯，我叫食飯。and then 就到了我時間上其實是早起咧有做一早課啦，暗晝嘅時候做一晚課啦，中咧即係上午咧有上課咯，在下午咧冇上課咯，晚上就有一個時間是自修嘅時間啦，所以有啲時間咧有上什麼課，自己嗰什麼寫物件，咁樣咯，其他個即係才藝班啊，即係寫書法啊，即係幾兼其他嘅。唱誦啊、誦經啊，啲課啦，家啲喺後邊都能夠嗰啲老師。你是你嗰時早起4個點車啦，伊是個暗暝幾點個困啊？9點10點瞓啊，9點幾樣嘅，迄種早本啊，9點半啊，9點幾啊，伊是團體生活呢啦。最遲起來，最遲誦經，最遲接班，最遲上課。咁暗暝最遲困咯。伊邊有敲鐘嘅啦，有一時間咚，即時間是叫做困了。有晨鐘暮鼓嘛，敲歌，咣，你困了，愛起嘢了，咯。你聽伊晨鐘暮鼓，就是伊一個 signal 來，你使困，你使起嘢了，你做下咪咯。到也晨鐘暮鼓嘅生活，就是嗰啲手錶摸實佢，嗰啲時間摸實佢，到伊人嘅時間就對啦。你冇聽手錶，冇有嘅電話，你 handphone 未有？迄陣冇啦，迄陣就冇嚟電話啦，迄陣冇電話。對啊，是對。有電話。只講1年啊，伊冇好啦。伊冇，我諗未得聊電話。舒服，你讀冊嘅時，伊是教你讀咩物件？你是讀。like 干那是讀佛教嘅物件，還是有讀別行款嘅物件？有淡薄文化啦，讀文化嘅。文化係咩意思啊？culture，文化呀，對文化對。讀文化，呀。係咩文化呢？佛教嘅文化是。伊是成個咱人嘅本地啲嘅伊斯蘭嘛，伊就是本地啲嘅Buddhist咯。呀，其實第這個咯啊，是這個檳城有間佛教總會嘛，佛教總會那邊有佛學院嘅喎，叫馬來西亞佛教學院咯，佛學院嚟咯。乜有人成個Jalan Permai，第三會講旁條。Jalan Permai。Bermerok dia啊。記得附近一個幾樓20幾樓嘛。我曉得啦。伊那邊度佛學院咧，就像一個 religion 嘅 school 啦。其實 religion school 咪是個 secular school，同埋 connection 咧。你讀嘅課程那邊咧有 mix 淡薄嘅 culture， 讀淡薄嘅世俗嘅課程啦，就一些 common sense 你特別愛讀嘛吼，歷史啊。這種嘅物件咯，但係我能夠嘅啦，我讀淡薄嘅啦，主要是 focus 佛教啦㗎，你而家體驗嘅生活係咩咯？即係廟嘅生活係咩物件啦？了解同埋佛教是咩物件啦？所以我嘅方式都是
一头去了解哦，伫那边生活哦，庙是安怎的，师傅样安怎生活的，伊人想法是啥物？即经内面到底是教啥物物件？两个月啦，2个月体验我都读完了啦，读完了就对去做工咯，我再去做 restaurant 哦，我像是无。我先去讀冊，先去讀這個新聞系咯，讀2年啦。這是你是讀新聞系是過了去這個暗是，去暗2年了，2個月了，咁去讀冊。這個是叫暫時嘅出家，是唔是？冇出嘅，短期嘅，唔是出嘅，是短期嘅，是叫做寺廟體驗生活。即係 something like 應該是會出嘅嘅。camp 可能啦。curious 參加這個夏日營啊，嗰啲物件啊。summer camp 呢？都mentee頭嘅，mentee頭嘅時候。即係 retreat 啊，我都能夠什麼冇人去剃頭嘅，目的唔是去剃頭嘅，目的是你去了解較學教較濟可能啦。讀冊可能你一鬥嘅，鬥嘅咁咪你會記巴比杜哦？係記。上塊嘅地方啦，伊嘛是出家啊，上塊嘅地方。伊出家到那邊咩？伊有出家，有出家，伊剃頭。佢哋是短期出家，短期出家短期出家啦。你講伊那上塊係當堂師嘅寺廟嘛？上塊地方係，成個上人都泰國啦，冇時想回節出家嘛。伊人泰國嘅是因為如果係得做兵嘅是出家。到上地是咩？你打波咪是你準備做兵還是出嘅喏？你就 join 咗OK， 我就冇。特別伊人是講93講咩？無特別，我是講即個短期出家啦。我是在講吼，打波是講唔知幾若刀爾會使還俗，查某就唔知幾若刀會使還俗，是講你出家啊，然後你咪做啦，你會使還俗哦，是安尼款啦。你使 hit 印度嘅個名字啊！對，你就使講頭，我會講你寫咯。印度，假如你上個時係你 player 係使印度啦。嗱，聽到對啦，師傅講，แล้ว師傅嚇，แล้ว後頭咧，แล้ว你到底去了去做工仔，แล้ว你是有想到講，有啲叫想念哦，想念這個生活到底。冇個想。又冇去笑啦，過去啊就過去啊，可能啦。那都是 next 了嘛，冇讀冊嘛，嗬，去讀我新聞系嘛。對。讀新聞系，但是喺這2年裏面，因為都active 去參加呢種嘅佛教會啊，因為喺個大學裏面冇有佛教團體嘛，宗教社團嘛，佛教社團啊，戲劇社團啊，我還沒社團們參啦，主要都有個 active 嘅呐，佛教社團體咯。像我係。佛教會佛教學會啊，這個學會叫佛教學會。我都伫得active啊，參加活動啊。咁啊，伫附近咧冇有種嘅佛教團體啊，咁咪去參加咯。參加久了就接觸做迄種嘅師傅啊，有迄種嘅泰國嘅啦，有馬來西亞嘅啦，有斯里蘭卡嘅啦，有做無相嘅師傅甲無相嘅佛教啦。所以伫迄個2年內面咧，其實較真實嘅去接觸到，馬來西亞佛教是很多種形態嘅，個有嘅師傅咧，就阿叔家帶了8內面嘅，帶了8嘅。你是講到想就是想啊，對對對，斟茶。我注意，你阿種嘅，有人是有師傅咧是阿叔家 meditation 嘅，打坐嘅，有時是家禪修嘅嚇，做禪嘅嚇，有嘅是家是做係呢。有嘅師傅咧，就是阿叔家念經嘅，專門咧做पू家嘅，念吼，做超度法會啊。有嘅師傅是做種嘅，有嘅師傅咧是阿叔家講經嘅嚇，阿叔家पू教嘅 talk 嘅 ，OK 嚇。我原來有最種無相嘅即係師傅啦，喺度接觸到較濟咯，喺呢個時間接觸到較濟了，就較開始。我較明白原來佛教是安怎嘅物件啦。對伊嘅哲理來講咧，我感覺伊對我較幫助啦，因為伊嘅想法啦，佛教嘅思考模式啊，佛教嘅思考模式對我迄個青少年時期來講是有夠 develop 我思想嘅啦。佢係到醫生啊，
健康是帮助的。哦，你心甲你脑内面伊个即佛教教你诶物件是对你有帮助啊，你就感觉着。對。其實是有其實佛教咧有個 philosophy 啊，個哲學按照講啊，福建人哲學按照講啊，你有講哲學，有講我哲學。哲學，講句。哲學。你寫啲對咧，阿龍。我寫啲對，按寫啲對咧。你講咩學？鐵學。鐵啊。鐵。THIED。THIAT。鐵哦，THIAT。冇係 TIAD 呢。哦，鐵學。鐵學。哦，哲學是哲學。係咯。你路變做路拿來有興趣哦，亂翻。例如說，有時是講有人叫伊是啦，你較有興趣去較有興趣去思考什麼關於人生的思考人生的問題啊。因為大概是19歲嘅時候，18到19啊，因為我厝9個人嘛，對，9個囝嘛。對。到第2年我讀中學嘅時候，其實我規間厝無人了，什麼走不了。哦，你對細漢嘅時候。佇甘榜了，像我一箍地堡爾，地堡吼，我甲我老爸母2個人做濟咯。我家人住2-3年啊，佇地堡迄2-3年，我住了甘榜嘅嘛。我住了甘榜嘅時候，逐擺我嘅厝嘅人我都有查某朋友啊，查某朋友住對來啊，還是有囝了啊對來啊。迄幾廿年吼，我佇甘榜，伊人什麼人若戶口做工對來。對來了，拜6禮拜，樣對來半工漢啦，拜6對來啦，對來就嘻嘻哈哈。我看老爸吼、老母啊，開心哦，看等個囝對來啊，對來了煮啊食，到了7點啊，迄個時間啊，大家都要對去 KL 了嘛，就對我甘榜什麼對個了咯。我看老爸母逐工哦，期待樣對來伊樣退休了就，若咧厝等囝，逐工咧等囝，咁要到大家到拜6禮拜樣就什麼對去咯。對去哦，我就佇後尾看到樣2個老嘅，逐工咧等囝對來等囝退去哦。你生個安濟囝，生9個吼，什麼囝走個了，到尾到我了吼，我嘛是要走啊，安尼形容我心情啊。有人18歲，有人18歲嘅年齡是，我無可能留嚟這甘榜做什麼啊？我留嚟這甘榜做什麼？我盡量留嚟這甘榜做工了啦，我去做工做1年佇甘榜內面。可能我掙扎這個問題是，做咩規個人生是安尼款的循環呢？做咩？我老爸母哦，本來開始哦，伊人根本都唔捌的嘛。我當時嘅思考啦，我那海邊嘅思考嘅時候想，伊人2個人本來就是唔捌的嘛，吼，做咩後來又捌了哦，之後就生啊規大堆嘅囝出來，我生啊規大堆安濟，生個安濟出來了吼，我當時細漢哦，恁房間無通困，我是困廳，困啊大漢嘅，困得廳大漢哦，困到伊人什麼走去了哦，我有一間房間了，這樣我搬入去了，搬入去房間了。我14、15歲，我有一間房間，我搬入去了。但是其他房間什麼是空的，無人去了。房間愈來愈多，但是說無愈來愈無人住，所以變成房間是空的。之前咧是房間多，無夠大，一間房間住6個人去哦，住到6個大姊住喺內邊。我就困廳，馬路咧無咯，但無人了，剩我一個甲一兩個老爸母爾，然後逐工等囝咯。我頓下思考，其實人誒。做咩人愛喊一個循環啊？喊一個循環是，我愛重複喊你循環。我已經看到伊個 conclusion 啊，我成日看到一個物件哦，是最終嘅 conclusion 啊，家是安尼啦。So，你是搞笑本啊？你是一落來本成日看搞笑人嘅，還是去參加一個佛教咧？還是你家有去介紹？無啦，我一落來。一落來是家己較想物件啦，是看到這個情景啊，對我來講是一個，做咩？因為你10幾歲哦，你其實個17歲、16歲、17歲，其實是一個最夢幻的年齡層嘛，想要成熟個不成熟嚇，你無夠成熟，但是你個大膽想象物件嘛，對不對？你對這世界個充滿着想象啊，說對文學啊，對唱歌啊，啲時段呢，展示個無與倫比嘅。
美好嘛，就是伫迄年龄段像成熟不成熟的阶段我伫迄阶段呢，我你想象的，做咩人生我是不是要超脱这个世间袂使个进行安尼重复轮回超脱什么意思？探索我的生命咯。breakthrough 超脱啊，breakthrough to outside。明白，你是一直 loop 嚟嘛，你講係 never ending 係 loop 嘛。OK，成都來俾舊煙成，搞得看哋樣走嘅了鬧住，一邊 breakthrough 一個我買。做咩啲先最驚出嚟？啲白冇看到可能嘅。做咩呢個先最驚出嚟？喺你 conclusion 你到最後咪是變成兩個人對唔對？咁我已經看到 conclusion 就是我一定要愛走，我唔愛留你即咁講，即咁講留做什麼啊？我唔愛啲即咁講。我走了我就看到即兩個人鬧嘅是真係，哎呦凄慘喎！先最驚，無一個嘅最濟，包括我唔愛嘅最濟，我不自由，因為當時嘅我嘅想法就是人是一個自由個體啊，我是自由的個體，我是獨立個體啊。哇！我的想法唔係做咩事啦，我是一個獨立個體，我做咩愛為了你愛停留喺這邊呢？我的生命應該由我自己來做選擇。就是為了較為家己想啦，就是講我做咩事，我就是為家己去背啊，出去幫生啊。我的生活是我的，然後家己出去活，你家己生活。生活是我家己的，我應該會為我的生活爭取我想要的生活嘛。是你甲我生出來了。我是不是愛為你而停留呢？對唔對？我係十幾歲，按青春的年齡底啦，做得咁幫做什麼呢？對唔對？讀書也冇讀得落好，啊冇邊個邊，所以應該是不是去嘗試去找尋答案咯。所以我就去 KL 嘅，我就去 KL 其中的目的去做工啦，第二個是其實是要去了解到物件生命的意義，這個里程是安怎樣嘅物件啦。所以我就按一路行到廟裡去嘅啦，行到廟裡，我感覺迄個廟內面有答案互我咯，有這個會使互我這個答案啦，我是要明白這個答案啦。你去到這間上一間都對啊，你廟。要去找這個答案。我就是去這個佛光山，佛光山去這個能夠過了之後，對佛教有較清楚的了解啦。因為有一間，我去讀冊的時候，有一個佛經啦，佛經叫做八大人覺經啊，八大人覺經，伊內面都有八項物件，互你覺悟啊，有8條的 root，OK。你讀了咧以後，你特別覺悟誒，人覺經，互你覺悟誒，這個說法啦。第一個講國土為脆啊，世間無常，國土為脆。第一句都已經喊出來了哦。世間是無常誒，做咩這世間是無常嘅咧？無常嘅意思是變化嘛，so impermanent 啊，冇叫 impermanent。叫伊講這世界，這個世界是暫時嘅，無固定嘅。你如你的厝你厝會放100年 ，OK？ 攏你買秒掉，2000年，伊講這個世界派去嘛，對唔對？調嘅，伊唔係個咧是會直變嘅，permanent 伊是無常變化嘅，包括調變嘅，伊就長不誒，做了就大長了，伊後無個了，伊咧佢哋長係冇嘢。他們唔係本身嚟講，你講呢個世界上係隔了，唔係本身冇嘢。maybe 是除了 plastic 以外啦，隔了 plastic。無常老人咯，其實是有幾項物件啦，最簡單的就是叫生老病死啊。咱嘅生命嘅里程啊，生命嘅里程是你特定會經歷，你出生，你會老，等下你個病，你個死對嗎？這個過程是特定愛經歷嘅，所以是無一個人會使 skip 掉這個流程咯。包括你嘅厝，這個世間哦，各樣東西啊，你嘅車。像只車啦，或者車哇，或者車阿水哦、阿新哦，你袂使去掛掉伊個車柄嘛，一掛落你就心哇，天啊！我這柄甲我車你水啊，甲掛掉去咯，慘咯，對唔對？你心嘛疼，對唔對？我嘅思想到係咪哦？世間無常，因為其實這個 material 伊是 ion 嚟嘛，伊其實是 Araf 嘛 ion 嚟嘛，其實是一個鐵啦，伊是鐵嚟嘛，本來就是鐵嚟嘛，伊無經過 police 嘅時候，伊只是一個粗糙嘅鐵嚟嘛。咁啊，經過 police 變個水了之後，我掛花了，我相信。做咩我會因為伊掛花，伊 police 之後，伊掛花了之後，我相信咧。伊本來就是一個 Araf 嘅物件嚟嘛，是你經過保護之後變成水嘛。其實伊
伫这过程当中，伊是不断的在转变嘛，伊转变好了，转变水了，然后我就attachment， 我就执着这个是永恒的美，永恒的价值应该是安尼款，永恒应该安尼款啦。所以永远都甲我的生命哦，我全部爱执着，我的老爸母应该爱安尼款，我的囝爱恨，我的老爸什么爱安尼款，因为我执着样爱安尼款，导致我承受后痛苦啊。所以我就来这人生无常，国土为脆弱。其实这个国土啊，国土就是讲这个国家土地这些啊，其实都伊是脆弱的。你看伊像稳固坚定啊，一个 virus 来，大家人的生活有可能都 just destroy right， 那生命啊，其实脆弱嘅，即係去體驗伊愛互人嘅 message 是啥物啦？例如說世間無常安尼 message 哦。我感覺這個 message 互我是較有淡薄件積極性嘅去其實用安尼 mindset 去認知這個世界哦，咱較袂安做 attachment 嘅安做創傷嘛。我感覺這物件放不下。是因為我 mindset 內邊有 prepare 了，有準備了這物件其實伊最終會去到一個狀況，就是例如我老爸母死了做囝，會驚最後咪是會離開嘅。離開了最後咧，就是你嗰時愛面對你家己生活。安咯。後來我走出家嘅時候，我老爸母就是大反對啦。反對OK。你幾時會出家？你幾歲還是24歲？啊，24歲。24歲要出家咯。後來我就去做工，做了我去做工做2-3年啦。喺出版社做工啦，喺這個生活出版社做工做旅遊雜誌做這個叫咩啊？這個電子雜誌啊，秋季嘅雜誌啦。story 訪問啊，寫稿啊。所以你是做記者仔啦，這裡是食風嘅，這裡記者食風嘅。一出真係叫食風咯。雜誌叫食風啊，對冇？OK， 叫食風。OK， 你去做3年本啊？雜誌就叫食風啦。特別3年裡面，你直笑，有笑那款嘅物件啦，直有笑，講這個說話物件係咩物件？是。我是講，對，因為你嘛時間早起做工，本來做工就是我嘅時間，有時拜六禮拜有時去參加國教團體啊，去聽什麼課啊。做什麼活動啊？你其實嘅想到，你是唔是你做這行嘅所在咧？嘅想到斯里蘭卡咧，做乜事去緊咧會呢？其實我是這幾年嘅來年嘛，我唔是。你去斯里蘭卡就幾時來？先嚟今年啊。今年啊。今年啊。你之前 OK， 你頭一個出街時你記得咯？7年啊。我是要問講啦，師傅，我是要問講啦，你你皈依是幾歲時嘅皈依？皈依佛門啊？皈依我是嗱，迄陣皈依佛門就是嗱迄個參加這個2個月嘅課程咯，嗱東禪寺參加2個月課程咯，然後我就參加這個皈依儀式咯。OK。皈依就是成日講佛教參入佛教係你 admit 你成日講你接受講你是佛教啦，OK。The meaning like that 啦。皈依啦，有一個 ID。我教徒啊，個 ID 啊？有一個八號。有一個 ID，像我嘛是有一個 ID。有 ID 啊？有安尼款嘅物件係有嘅。這是有一個卡落你啦。叫做皈依證啦，皈依卡皈依證有啥名？放水嘅師傅誒，你是 under 到一個律師咯，你嘅師傅是點？對，你嘅師傅是點啊？你講啦。因為是差唔多成個故事嗰啲，咪是講你洗禮過嘅，是你有隻啥你 baptism certificate 然後咯，你 Godfather certificate咧，有 certificate 啊，有 certificate 啊。我記實係我就未記，我唔使走去到去啊。我要你做咩隨多堆咯嚇你 ？OK， 明白下了，你是幾時間去出家咧？我去做工咯，做了3年了，已經是24歲了嘛。喺社會冇打滾嘅經歷啦，嗬。做工，大家嘛重複佢哋工作，應該差不多是佢哋情況了。個落去咪是30號、40號，應該這樣情況，咁嗰時。
我会选择另外一个生活的方向啊。做你无满意啦，你无讲正欢喜正满足，你是直笑讲，你生活无讲真正满足，你都要找别物件来做。不，其实是我们是因为。無咩煩惱啦，我無咩煩惱啦，無 girlfriend 啊，無咩感情嘅創傷無啦。其實你拍過拖，你拍過拖過哦，你阿未做會相識。冇，有淡薄嘅曖昧啦，但是唔捌正式嘅進入拍拖啦。所以成日有淡薄暑假，特別無講真無 relationship 過啦，無拍過。是無 relationship 嘅，因為迄個朋友咧，本來就是伊介紹我去廟嘅，伊都無好意思，佫再繼續這感情落去嘛，大家咪佫再繼續落去咯。我走去廟了啦，伊個根本是佛教徒嘛，所以就是成就落去啦，落去啦。我咪講咩每隻。都人嘅感情無關繼續落去啦。即係數戶嘅電話是唔是 Android 還是 Apple iPhone？Android。哦，OK。我 because 我聽一下那麼對，我講特別伊唔是 Android 別換伊嘅 audio 伊嘅 room 嘅 audio quality，所以別緊接來講。應該是我即帶刷無好啊，因為我哋刷巴啦，別緊，冇顯示哦。แล้ว我ไม่聽到啲做這個會笑咧成話，แล้ว你幾時出街你安怎？你是條紅險笑掉，唔係笑掉，其實哎呀我唔出街啦，你看哪紅險唔再笑掉，唔出街做會笑。一下，一啲對哦。咱都無講幾個數個，我實揾每講幾個數嘅答案。叫佢講下哋啊。我所謂每我是用廿每嘢，確定性嘅講兩成，等我每兩成。一刷成啊？一刷對嘅。一時噴波啊，嗰時咪。I think 一 connection 未有，是咱幫佢聽。要講你俾聽呢邊個最所在啦。咁解，你聽呢邊最所在。email 會聽呢邊個最所在。有陣時本來本是家己 email 嘅。阿蕉講會笑 can see ghost。我出嚟，特別我出嚟，其實本是有內人出嘅。哦，是啊。其中一個，比如是尼哥啊。哦。แล้ว我爸本是有去出嘅。你爸有出街過？對，特別真好笑嘅，一個是禪嘅嘛，แล้ว一個是佛教嘅嘛，แล้ว頭嗰時本是上加即個師傅講安尼款咯，出來人啊有反對咯，แล้ว真正反對甲燒罵啦，แล้ว大罵我嘅大哥啦，我大哥，罵甲我大哥好啊，แล้ว我爸是禪嘅嘛，禪佛嘅嘛，所以伊人嘅物件甲佛教是無相嘅嘛，所以袂接受咯就，所以袂接受咧本是罵我大哥咯，半派咯，咧罵我大哥。伊唔是袂接受出街，伊是袂接受無相派啫。呀，伊袂接受無相派嘅物件，然後 in the end 特別 in the end 過後唔知安怎啦，差唔多過咗幾年了，我嘅大哥 insist 講愛出街嘛，嗰陣時1992年啊，真久啊咯。哇哦！1992年，1992 SPM， 哇！特別呢人講咧，爸母呢若是講何你驚啊去出街咧是真正大福包嚟咯就。只大福包，只大福報嚟，安尼款咯。後點唔是後點，咱對哪位啊？咱師傅對哪位啊？嚇？對哪位？個冇聲個喎。你按秒你冇講話。你按秒啊？也是一部connection 未好時少。我係每上面嘅。嚇，每出街時係咪嚟？出街就是離開迄個街咯，迄個街是咱人嘅啥啦？出街就做會上意思，就是講一出去迄個街，就是 family 好咩意思咗，就是一 break through 迄個 circle。伊是一個佛教會用嘅字啊嘅，伊意思就是做會上嘅意思。明白哦。
出嘅是 break away from the family 是冇？有。特別出嘅意思就是講出嘅意思就是講你成日去做會上就是出嘅咯，成日你成日講。Okay, so I guess 對啦 because 我本是有一個歌是 Jeep 嚟歌嘅嘛，特別 Jeep 是紅教嚟歌啦，哦。嚟歌啦個，然後以 Jeep 是成個你彈一個新嘅劇燈，你幫你嘅聲，哈哈，實際新嘅聲話。อันนี้看對咗 Catholic 咪是出嘅。我能叫出嘅本咯。concept 是像啦，concept 是像啦。即係就是 leading home and renouncing the world。就是講你離開這個世界，但係你能夠話掉嘅，你離開這個世界，你接佢另外一個新嘅世界嚇。OK， 明白。即係嗱，似乎對你係似乎聲，嗱似乎那是冇聲嚟講係，安怎咯 Android 啦，安怎叫伊 leave app 一個就對你係安怎一部聲。除咗個就 left the room。And then 個dia balik。你離開這個房間，你離開那個就對嚟。Leave room 一個就對嚟。我聽到。我聽到，但是這聲是嚇，我平常先講咁聽到我聲聲，有啊，聽到啦，嚇，你入去講。真係會有面食啊！頭先我就講伊出街咯，入市會是出街咯。入市會啊，แล้ว你出來人反對哦，我聽到。到時你點，到時你時間點，想到我俾佢出街。因為未聽到人話，你係type 講嘅 leave the room 個到底嚟。學 Christian 呢是講個 The Road to Damascus。你捌聽過阿 John？ 哦，我係 connection。喲。人會使啊，特別冇咩聽到人嘅聲，伊未聽到人嘅聲定，伊個 connection 冇事。你聽唔到我講，你特別離開這間房間，佢就到對嚟。你特別 leave quietly，佢就到對嚟就到。我以前 clubhouse 啊，佢是 clubhouse。Google Meet 也有。Clubhouse 分別有 Google Meet。我睇啦，接。OK。Clubhouse 分別啊 ，Google Meet 個 video。個接嚟咯，有人會解講掉。你就 leave 個接嚟。嚇，我直接講都唔使聽到喎。你未聽到人對 message。 private message 依款。伊冇 private message 到話，伊冇睇 web message 呢。等我 try 到底即 chat 嚟嘅講嘛，咩啊？所以佢哋有啲一個暗啦。斯里蘭卡嘅。哇！你能夠可以用成個電腦還是手電還是係咩啊？就是講啊，以前是講隔離會上本時就俾佢斟茶，起衫打水，modern 啊嘛 ，Can you the room and come back again？ OK。啊，請下即阿岑樂沙請。呀。幫啲那邊人到對啊！哎呦，發生。Hello， 你有 Facebook 咧？用哎呀別 ，Oh my God！ 誒，嚟講掉咧。等聽講下面。要講。嚇，講隻師傅，你聽到喎？誒個狗有到一百，有到一百咩？一條條嘢，一條條嘢款嘅上面。嚇！喲，較緊張呢，想為第幾 episode elevate 都嚟收聽。你講到你協嘅你，係啦。我哋剛講以 history 就為咗俾接一把哈，來，對嚟啊，聽到我人哦。喲，個寶喎。邊成日會聽到離開咧，就覺得出嘢就對嚟。嗰時嗌我人點咩出去哦？別點咩冇對嚟，就頭係你。我叫伊，我問伊塊嘢 join Google Meet 俾。
你根本都聽唔到人講話。我擺俾咪出事。擺俾咪出事，我真係有線誒。我嘅了而家啦。伊袂曉看，因為是伊無 at 錄啦，錄咪是再去 request 嘛。喏，咁麻煩咯。Hello，就是會聽到伊狗嘅聲。嚇，我聽到伊叮當伊麥嘅聲，伊未聽到人呢。就一直冇講啊。伊咪就是冇聽到人咯。maybe 冇聽到人。狗嘅聲特別聽唔到伊嘅聲。哦，嚇，伊冇出聲，伊冇聽到人，所以咪是冇出聲咯。伊是唔是顯耳？冇啦。冇啩？有狗嘅聲咧，伊冇出聲咧。伊就冇聽到人嘛，所以咪是冇出聲咯。伊冇聽到人，伊講 hello 就使啦嘛。我真係你估啊，直直冇聽到人，直直 try to connect 嘛。volume down 條 earphone。唔知啊，是唔是冇開 volume？冇開有啦，點解到你估講你估啊？啊，冇叫你講一聲 hello 啫。伊就是未聽到啦，冇咁呢啲嘅人啦，會有聽嚟講你叫 quit 一 leave 喺度 enter 嘛。講嘅了嘢啊。我話攏都 call 伊 call 埋咯。我冇意見喎。你用 Facebook 嚟講下。你 Facebook call 伊啦，用 Facebook 嗰時用 IG call 伊啦。Facebook 會 call 伊嘛？你換 Hello，師傅誒。應該就冇咩掉喺度。喲，佢不當 Steam， 我百度嘢我接見。講幾個數據。冇啦，我白嚟人會使講個 in the meantime 是人講叫白嚟啊，就個啦，但係為話話有佢哋嘛，有隻出來有隻出嘅。哪裡？歌一個禮拜。一個歌一個禮拜，禮拜出嘅是安怎啊？禮拜是閃嘅嘛，แล้ว伊後生啊時哦，伊只歹死，แล้ว我講你就你愛去一個古林嘅寺廟嗰邊嗬，แล้ว可以去出街咯，啊個出街，特別伊是屬咗是短期出街啦，短期嘅啦，แล้ว出街แล้ว啊個伊I think 15歲嘅款啊，15、16歲嘅款，短期嘅啦，就學等放假啊，就你去出街咯。แล้ว出街แล้ว伊就接落去呢，伊就once a while 伊就獨斷去伊個寺廟嗰邊啦，嗬，แล้ว就落網出街 ，even 伊教因แล้ว我出事แล้ว嗬，แล้ว伊本有一道是有出街咯，安尼款咯。哦，你是去到古一道出街是成啊？這準嘅啦，哦，這是地啦 ，OK， 對地，แล้ว我個咧就是1992年殺咯，98哦，呢度啲都係呢個，都係做呢個。呢是到後媽嘅位，後媽是大陸係咪照？後媽是 BM 嗰邊，巴海榮，哦 BM，你都唔係叫佢咩咗？我唔知後邊是後媽。佢唔單止係位。我唔係去過喎，死喎！定都冇過下啊嘛。哦，係啦。就卡奧馬啊，แล้ว佢哋戒毒所啊，講佢哋戒毒嘅佢哋阿妹。แล้ว咪就係你咯，90、40，唔92接歸去，接30年。30年。呢當見到60幾歲啊嘛。哦，60幾歲啊嘛。伊歡喜啦，伊做啊，你講唔幾歡喜啦。哦，伊呢可是有一個奇怪嘅，伊呢是伊是出事了嗬，伊就冇咩會食肉了嘅。哦。伊有一個天生嘅，一個伊怎啊生成嘅，嚇，伊是有一個生成嘅，咧伊袂食肉，伊冇咩會食肉，伊是干那會食魚啊，那款嘅物件咧。就係講你可以食豬肉啊、雞肉啊，嗬，伊食咧會咬嘅。แล้ว伊本是有一個機會啊，那款就對調，我嘅外媽就去佛教會咯，佛教會啊，那款咯，แล้ว就去念經啊、聽經แล้ว啊，แล้ว伊就成日講就較 active 淡薄啦。你過條啲國馬戲嘅？嚇？你過條啲國馬戲嘅？我外媽
本是後來那是本有接觸到。我是講做咩事？你歌，甲你買嘅，你買嘛？我唔知喎，我唔知喎，依兩就是แล้วขี่啊，因為我人大隻見嘅，我人大隻見嘅，แล้ว另外大個本是下，แล้ว大個本有陣ขี่我外媽係厝嘅。咁大啦，แล้ว就對條ขี่สบลังใจ啊เขาขุดเกาหุย咯นั่นสิแล้ว就我講呢就真冇สุกะ咯มาตัวแม่咯แม่แล้ว in the end 本是冇辦法啦，因為我大個講伊唔係是有心，伊唔係是有心出嘅嘛，咧伊本是感覺就講，安尼款係生活咧較下意。哦。本是上家特別頭先你數講安尼款咯。本是較下意咯，แล้ว伊嘛ขี่咯，แล้วขี่路毛安尼款咯，แล้ว路毛是講剃頭毛啦。對，伊咧無相嘅物件咧，伊是頭先嘅數戶咧，伊是成塌了，佢哋護理啊，啲物件嘅了嘛，แล้ว伊個發現到安尼款嘅物件嘛，特別我嘅大哥咧，伊是對調，成日講成日講對調人去念經啊，แล้ว慢แล้ว伊個發現就講安尼款嘅生活下意啦，แล้ว伊個去出家，所以伊愛出家那時吼，伊無一個基礎嘅，就伊無成日講一個數安尼款，伊有啲去讀了嚇，另外無，伊是出家了後咧吼，แล้ว伊嘅數戶啊，伊嘅數戶感覺就講啊，伊嘅 knowledge 啊，就少就，แล้ว就逼伊去頭先師傅講嘅咯，係你邊領嘅，係你佛學院係逼吉他咯，但即係師傅對你係師傅都對你係咪？你講無聲喎，伊講無聲，你講無聲，no sound at all。你叫no sound，你叫伊成 quit 伊 app 冇計講 long type，到啲人叫伊 quit 伊 app，有時佢就接埋對。對嚟了，耶！對嚟咧。今時啊！冇聲，聽有冇？有咧，當然有咧。同伊整咗，同伊邊度一個整咗。嚟。呀，是周期嘅 iPhone 咯，應該是。所以先，周期嘅 iPhone 啊，周期俾住先。多水啊！冇，因為每但係你講，我是要知只，真正想要知啊，講你安怎離開即要出家時，你出來人安怎？你爸母你兄弟啊？我來出家是愛找一個師傅先啦，找一個師傅，啲師傅愛接受你啦，伊愛觀察你應該有2年3年啊，看你是唔是有什麼這個思想上啊，有什麼個精神問題啊，嗰是欠債啊，逃避現實啊，有幾個基本條件啦，因為看你真正有嘢是誠心會做嘅，依家學你去參與，唔係講真猜來愛做就愛嘅，可能。對。So 阿 John， 你暫時搬去廟嘅大咯。教授要講咩？我是講我要補充是講就是講 before 出家時呢，是講你人是講你佛教啦，你 already 皈依啊，所以伊人特別有參加者這些，唔是，伊人有唔是，伊人有參加下咧參加下面法會啊，下面五戒啊，下面你要持五戒啦，你要參加法會啊，你要較只 practice 這個物件 ，and then 你就是像個師傅講，伊下咧師傅特別 observe 你到底有合未合嘅，伊把你會使較好你出家就知，唔是講你要出家就是你出家。出對出咧，唔是講亂做嚟，伊人特別你特別做成個你要有按照講你有點嘛，你要了解伊物件，個了啊，你把你會做安尼款嘅物件。了，對啊，安尼都個1年個2年啊咯。我師傅2年啊，2年個加看 OK 啦，會使。按度冇出橋，還是你是普通本是大你個住，你冇成講去啱下邊咧冇啦。
無，無，啲嗱做工嘛，就普通嘅生活禮拜去係啦，普通嘅生活，是講拜六禮拜咧就去大一工安尼啦，師傅夠最時間去觀察你嘛嗬，observe 你即樣有咩情況，你思想有得嘛？我未曉你講反咗啊！我是想講，是講愛出街嚟講嗬，你是特別。你特別成個讀一年幾就成個讀一個是介紹接嘅，還是講伊感覺你觀察你一兩年了 ，OK 感覺你啱嚇，了你對使出街剃頭或咩啊？安怎誒？你講下。是，免先讀冊啦，是愛地動有一個師傅，伊要接受你，伊要做你嘅師傅 ，OK，and then 伊就愛觀察你咯，問你做咩要出街啊？你想法怎做啊？因為不負擔你接下來你出街了之後哦，你咪多了一秒係嘛？你唔是要負擔你嘅生活啊，照顧你啊，你就想清楚嘛，嗬？你話袂使亂笑啦，但係老爸母反對咧啊，都嚟斬你咪就驚。你咪驚對唔對？你咪笑痴看嘛，你老爸係咩嚟正就笑無啊！你欠債啊！你欠債，迄第二籠就走嚟破七路啊！你袂使嚟哦。你是去到一間咧？一間啊，上一間嘅阿媽。我哋冇，我哋去吉隆坡找了一個師傅啦，有一個師傅帶伊咯，帶伊出街咯，出街我嘅溝通好了咯，伊就講 OK，會使帶我出街。咁我就對迄個厝人講咯，我甲老爸母講啦，我冇出街啊。伊拉就是一股二鬧三上吊啦嚇。但是我20幾歲嘛，我當時24歲啊，我頭腦跟他中毒了，跟他想。好像為愛情自殺那情況啦，我咪宗教狂熱啦，當時我嘛一頭咪管我老爸母安怎想啦，我總之我甲你講了，我嘅生活我家己負責，總之我薪資還沒落，我家己負責。尼當時迄個年齡姿態是迄尼啦，係啦，是。我愛梅樹湖，但是我阿最多。梅花南山。我是幾歲啊？我老母今嘛是73歲。頂當嘛是40幾歲嘅咯，你嘛？你出街時50萬年啦，50歲呢，50萬，50幾啦嚇。我老母是大反對啦，特別反對嘅，伊就敲咯，一路就嚟叉咯，叉咧我就走去咪咯，咪起來，咪嚟幹部嘅，後咧就。我試冇出街嘛，就一頭走去香港咯。我走香港咪起來，咪了香港一年加幾半年啦，喺香港出街喎。我是走香港頭去參加伊嘅節會啊。多少久？香港多少久？我到香港多半年，即半年內面咧，因為我老母是無支持嘅嘛。我規間厝人因為有阿濟大姊啊，阿濟大姊就阿濟。支付啊，對支付啊，規家口嘅人是講我嗰種海卡嘅人吼，伊關係阿密切嘛，阿姑啊、阿叔啊，咁啊吼，因為老母嚟敲嘛，我老母就想到一個方法咧，伊就愛用苦肉計嘛，伊只要敲吼，伊敲吼是淹到了規家口嘅人，是淹到了我阿叔阿姑啊，伊人三百人開起，伊開始就敲嘅電話都有200人。對，我規家口嘅人咧，規家口唔是我厝嘅人咧，是我規個翁哥翁弟三媽母嚟就做浸我了啦。你成做咩甲你老母？你做咩甲你老母做甲安尼款？你做咩甲你老母折磨甲安尼款啊？你老母是叫你轉來做人啊，唔叫你做。你感覺我是做這代志咧，是你做咩去做安尼代志咧？你好。了，講你唔做，你去做自己安尼代志，做什麼樣？伊未了解我佢講啊，吹，冇，你無都你出街我就，伊度拿嚟插嚟罵我啦。你半年內邊咧，我其實我嚟香港咧，其實多個心不安呐，想講做了阿嘴冇咁大事啊，就是你所做一切哦，
是你做代志吼，像啊可以对无人去接受你啊，你想你对为你家己人生去负责哦，无人爱去接受你啊。做咩你人未了解我认为当时的情况啦。还是你出來人未了解我，有 contact 你你愛去了解我。你出來有 contact 你到底香港嘅事？有啊，就是拼命 contact 我就是我 disappear 了啦，我已經冇啦，我冇 connect 伊啦。唯一一個 connect 就是我地尾嘅大姊，地尾嘅姊，甲我有 connection 嘅。我當見我大姊就罵我咯。在地尾啊，地尾，安尼，伊就罵我咯，伊罵我哦。我對本來我第一歲大姊個我是close 嘅，伊佢才接受我去做這代志啦。最後我飛機靠什麼人嘅冇自己接受了。第親嘅嘛，人可能最一大，因為條 KL 最一大嘛。咁我伊未接受，因為你甲我老母弄甲你看啦，你若是愛個喊落去哦，你幫佢對嚟了啦，就斷絕關係好啦。我都依孤行嘅，覺得說 OK， 你要按照斷絕你嘅代志啊。總之我是我堅持做我愛做嘅。做。等陣，嗰張物件就是講好。當時嘅情況是。暫時讓咪等下禮拜個都嚟聽啦，第二段一直做會上市成，我是安怎啦？但係暫時你忙走嚇，你忙走個，我就當今時我暫時聊這個 episode， 特別你留掉你忙走啊，我驚講你走去，你留掉我冚啦，這 short 咧，可能現個接去講第二處嘅時候，所以講個一邊讓等陣後禮拜不斷嚟聽這個收聽這個人嘅師傅出家過啊，安怎一家一出來人嘅關係個安怎咧，個到底安怎係去甲所以人家要做會上了，特別禮拜特別都嚟收聽啦，各位特別嘉賓講個一邊先，禮拜個接去收聽，拜，特別都忙走啊！YouTube 嗰邊人咧，那是路人聽到咯，特別聽第二 episode 特登嚟收聽人嘅師傅講，伊到底是人開始話啦，安怎一解出來人嘅關係完咗了，禮拜收聽啦，到這邊第定時禮拜冇聽到，這邊第subscribe嘅通知都很屌絲，拜。